咱再来看今仔股市的表现哦，今仔台股开盘就起，盘中是起超过200点，台积电是起到994块，新台币换美金嘛起。今仔日是5日空，也是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周年，加上19美国三大指数收红，刺激股市开红盘，是满面春风。台股开悬走悬，盘中一时大起超过200点，上悬21746点。关大股台积电盘中上悬是要来到994块。如果能够呢拉尾盘收长红的话，那么短线上应该还有更高点可以值得期待。可是反过来讲，万一今天是杀尾盘，出现个开高走低的走势的话，我们会比较担心，市场上呢会有这个失望性的卖压会出来哦。那短线上可能就要稍微的震荡一下了。专家表示，受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台湾的总部确定徛伫北树科，带动相关的概念股，包含树开、花购等等。而再出现庆祝的行情拢大起，另外庆祝飞行加长，第6零的概念股，亲像芬霸能源也一时冲起来。20个金融市场股汇拢起，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开盘是30.2块，升0.5仙。市场关注台币中汇2字头的压力未细，敢会出现30块的保卫战？万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出席万东百货股东商会，讲到新台币强势起，未来敢会带动内需消费变旺，提出看法。它升值，它 value 高了，当然你的货币多值钱了，多值钱了，你当然多买东西了，这很自然。虽然后来股汇盘中是无起遐强，不过政府敢会立场护盘或者是调节，这毋若牵动到底线走势，也正做投资人关注的重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